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9月8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9篇，出埃及记第10章21节到29节，罗马书第10章15节到2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传道者。黑暗之灾是埃及法老王与上帝对抗的这个第9个灾难了。当黑暗笼罩、遮掩了大地的时候，人们就看不到彼此，出不了门。那时也就没有了天亮的时间，维持了3天之久。这种没有白天的永夜，应该是发生在极圈或是在极圈附近的这个区域，如同我们所知道的北欧啊等等的国家地区才是。但是像这样的事情却发生在热带地区的埃及，特别是只有埃及人居住的地区，维持了非常久的时间。那是因为埃及法老王在面对蚱蜢之灾之后，曾经请求摩西向上帝祷告，求主赦免他们。但是在之后，他却马上又后悔，心里刚硬了。后来上主对摩西说：“你要向天空举手，黑暗要笼罩埃及全国。”摩西向天举手，浓密的黑暗笼罩了全国3天之久。埃及人彼此看不见，没有一个人能够离开他们的家。但是以色列人所住的地方都有光明。国王召见摩西说：“你们去敬拜你们的上主吧。连你们的妇女孩子可以去，但是你们的牛羊必须留在这里。只有埃及人居住的地方是黑暗的，但是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却有阳光。那是因为他们所依靠的上帝就是那个光。”上帝差派摩西与埃及法老王的对话，其实不只是一个谈判。摩西的角色更重要的责任是成为一位传道者。所以我们看到摩西，他不但是预言了灾难，更愿意为埃及人祷告，求主赦免。可是问题是，法老王仍然是一个这个事情整个的问题的症结了他还是心里很刚硬圣经记载说，摩西回答：“不，你一定要供给我们献生祭和烧化祭的牲畜，好让我们向上主我们的上帝来献祭。我们要带走我们所有的牲畜，连一头都不留下。我们必须亲自挑选敬拜上主用的牲畜。未到那地之前，我们不知道该用什么牲畜献给上主我们的上帝。”上主使埃及王的心里刚硬，仍然不放以色列人走。王对摩西说：“你滚，不要再让我看到你。我哪一天再看到你，你就没命。”摩西就说：“你说的一点都不错，你的确不会再看见我了。”如同耶稣基督差遣门徒出去传福音，我们说传道，进入人的家里向人请安，一旦被拒绝之后，耶稣基督交代他们就离开，
并且要踹掉鞋子上所有的尘土，表示平安与这一家无关。这样的情形就如同摩西和法老王的对话和做法一样。法老王拒绝摩西的传道，就也失去了上帝所赐的平安。上帝差派摩西到埃及去，是因为埃及法老王以及埃及人不认识上帝，就连以色列人也都已经忘记了上帝了。所以摩西他就受差派来进入埃及，介绍这一位唯一的自有永有的上帝，给以色列人，也给埃及人以及法老王认识。如同保罗所说的，没有差派，怎能传？圣经记载着说，没有人受差派，怎能传呢？正像圣经所说的，传福音的人，他们的脚中多么佳美。如同法老王和埃及人一样，也如同耶稣基督的门徒们出去传福音的情形一样，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接受传道者的苦口婆心传道。罗马书这样记载保罗的话，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接受福音。以赛亚曾经说过，主啊，谁相信我们所传的信息呢？是的，谁会信传道者的话呢？谁会听呢？谁会行呢？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些人就会得到救恩。希伯来书这样说到信心，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这记载在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保罗在罗马书当中这样提到，可见信是从听而来的，而听是从基督的话语来的。可是我要问，他们真的没有听过信息吗？当然听过。正像圣经所说，他们的声音已经传遍了人间，他们的言语已经传布天涯。传道者的话是要给人明白上帝的真道，是为了让人接受、相信，并且去实践的。但是事实上，就是有人不信，有人就是不愿意接受，他们就如同法老王一样。保罗又问，我要再问，以色列人真的不知道吗？首先，摩西用上帝的话回答了这个问题。我要以不算为子民的民引起你们的嫉妒，用愚昧的国来激动你们的怒气。以赛亚更大胆地说，我让没有寻找我的人找到，向没有求问我的人显现。有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出手，那悖逆刚愎的人民跟我言归于好。诗篇149篇，要赞美上主，要向上主唱新歌，要在他忠贞子民的聚会中颂赞他。以色列人啊，要因你们的创造主欢喜，
西安的儿女啊，要因你们的君王快乐，要舞蹈颂赞他的名，要打鼓弹琴来颂赞他。上主喜爱他的子民，他以胜利授予谦卑的人。愿他的子民因凯旋欢乐，愿他们通宵高唱凯歌，愿他们高声欢呼颂赞上帝。他们的手执双刃的利剑，要向万国报仇血恨，向他们的人民施惩罚，把他们的君王捆绑起来，把他们的首领用铁链锁住，照上帝的命令惩罚各国。这就是上帝子民的胜利，要赞美上主。谢谢上帝给我们机会成为你的儿女，求主你帮助我们愿意听传道者的宣讲，接受救恩，在生活中有好的选择来跟随主，成为你所喜悦的仆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心里刚硬、我行我素、远离救恩的人。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